老細，唔好意思，我有啲唔舒服，應該返唔到工。11點返工，你唔好再遲啲先講。廣告界越嚟越少後生仔入行，把後生仔鍾意詐病寫波唔返工，唔係冇原因。廣告界出名有返工冇放工，OT 又冇補水，而家講求 work-life balance， 上司梗係心理唔平衡。但4日工作天對於廣告界嚟講又真係好難實行，返少一日就賺少一日，咁點算？4天工作係根基，上司想返4日就返4日，但無奈 OT 要點算？OT 冇補水，有補假。所以我哋推出 FIFA Cup 4 Days Ignite for Advertising 廣告4天工作射波積分獎賞計劃。FIFA Cup 計劃係可以俾員工累積 OT 時數，一次過滿足假期。FIFA App 將員工化作足球員，而老細化作裁判，負責監測射波情況。App 又會連結公司 server， 當員工喺4天工作日以外嘅時間，即係5、6日呢啲日子內需要 OT， 公司電腦感應到被使用緊嘅時候就會開始計時。每8個鐘頭會累積到1個足球，就可以換假，而 shooting 嘅日子就可以撳 shooting 掣，直接拎到8小時。每個月嘅最後1日就會結算，宣佈當月嘅神射手，神射手就可以獎勵多5個鐘。而第2日，即係每月嘅第1日，員工就可以喺月曆上選擇要射波嘅日子，毫無理由地放假。App 內會有 ranking 等員工睇到自己嘅排名而更加努力，唔再對 OT 反感。為咗令更多未入行嘅 Gen Z 知道廣告界有4天工作天同射波積分獎賞計劃，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上做推廣，宣傳廣告界推行4天工作天仲有着數。除咗 Instagram， 我哋亦會喺近年流行嘅 Threads 上面做宣傳，從而將消息 spread 得更開更遠。Offline上，我哋會喺大專院校設立 booth， 等同學可以得到廣告公司嘅資料，方便畢業後揾工更順利。此外，我哋會全力支持學生射波 ，sponsor 足球 U-Team 學界聯賽，喺波衫同球場上嘅 banner 都可以見到 FIFA Cup 嘅 logo， 從而向 Gen Z 宣傳，引起討論同興趣。呢個時代，大眾最常接觸到廣告嘅地方就係 YouTube。為咗更廣泛宣傳 FIFA Cup 計劃，我哋設計咗一首洗腦歌，用家要將足球射中星期1至4其中1日，先至可以略過廣告，從而達到宣傳廣告界有得射波嘅福利。要架隻賽車賽將 FIFA Cup pick up，for working 的廣告界先至係正，做4日再 OT 就隨便吃，廣告界多勞多得唔怕蝕，最勁最好。4天工作吸引 Gen Z 入行，老闆又唔會因為咁而賺少咗錢。FIFA Cup 簡直係達到 win-win 雙贏，員工有權揀 O 唔 OT， 但勤力有回報，工時換到射波價，老闆又唔使補錢，咁吸引，邊個唔想加入廣告界？